这样对啊，客家天使台下班转了。大家知啊，呀客家天使啊，已经开始播合法版本嘅哆啦 A 梦哦，真係當地影響呢。大家睇一下哆啦 A 夢稱好什麼嘅東西，同我共樣哦。睇到嗎？答案就係銅鑼燒，韓國有銅鑼燒，地都係包乜嘅？包嘅鳳頭奶錯冇？雖然我一下當上愛食銅鑼燒，唔過牙布卡一下冇鳳頭奶，哆啦 A 夢又冇啲牙布卡，故所我就想我來變難我以嚟係銅鑼燒嘅親戚，按到鬆餅，叫下來看下愛做鬆餅愛準備按到乜嘅材料。其實啊，呀鬆餅啊，自家做真係非常嘅簡單，因為一下腦袋啊，全部就已經有片片嘅鬆餅粉，你只要買進來，自家攪嘅，用無菌用嘅方式就做得做出無菌用嘅鬆餅哦。一般會去咖啡堂食到嘅隔嘅鬆餅用啊，佢係有鐵質嘅鬆餅機，按用氣味打開來出來，佢就會有隔嘅形嘅。不過基本嘅愛教大家來做兩種，一種係米色咧泡嘅鬆餅，另外一種係盤嘅，一下啲腦袋啊，有啲咩講嘅排隊啊排當場啊，叫咩同公司出去啦，自家做就有嘅啦。好，一下我就來開始先教大家做第一咧係米色咧泡鬆餅，一開始準備好人嘅鬆餅粉，然後佢用泰國嘅，一隻泰國嘅差唔多一角係100cc，你就按用泰國嘅，一比就攞佢冰落來。哈，一比嘅粉呢，差唔多就係一比嘅黏，哈，一比嘅黏冰落來，一比粉，一比黏，接下來然後亂打落去，好，亂打落去，呀鬆餅就開始做得來攪佢咧，用呀手動的手動嘅打亂去，就做得來打。做得按用小口的老碗恰按你打，會較好打。攪一下，打。哦，盡量，然後一條粉呢全部就攪勻來。好，差唔多打好以後，就做得看一下，人嘅天鍋嘅溫度有辣少冇？喺講好有辣少嘅，你就做得來加油，來然後呢油加落去。其實好愛煎呀鬆餅，其實佢冇乜嘅要夾喎，一啲啲嘅油就好。韓國天鍋嘅傾下去，比佢較少啲嘅。過後啊，呀油量唔是太多，故所你愛用紙嘅，然後佢太可以圓嘅按你勾啊。等一下夾嘅溫度上來，等溫度上來就做得老人嘅鬆餅倒落去了。好，來看一下，差唔多誒，有看到油溫誒，就做得拿呀太湯匙，韓國因為人會做細嘅鬆餅，唔好倒太多哦。好，倒一個量，差唔多先要按呢。好，一下人來倒，呀地度好一個，好一個，兩個。四嘅，好，差唔多按呢。等下就做得老佢夾起來。我用嚟看下鬆餅做得變面冇？大家來看一下影片。呀鬆餅蛋糕啊，已經啲嘅不破誒，有看到冇？有凍到細嘅泡泡，有凍到破到地步，就表示講佢第一面已經熟到差唔多，已經熟到差唔多，做得老佢變面了。變面變過去。變面變過去，嘿咻，變面變過來，好，再個俾佢煎一下。接下來，因為韓愛加嘅係鮪魚醬，
鲔鱼酱吼，其实你诺贝说到的东家就系鲔鱼加嘛个加美乃滋。其实呀美乃滋吼，东皮因为佢贵嘅就系油做嘅。故说阿元妹嗌讲大家用那个一种方式，唔会按到油，就系用优格，然后佢放到呀鲔鱼底度，差唔多2-3汤匙嘅以后，你就再来佢浸浸嘛，含个调味一下，加啲嘅盐。加啲味盐，含个胡椒味，一啲味落去。迄个你去加中医，咩做得加啲味柠檬水到底度，咩去做得咧？好，接下来再过来看一下，人哋松饼好嘛？松饼皮好，差唔多咧。那我一片哦，那我一片其实有熟就做会得咧，然后佢放到呀。好，好。今日我会做2种口味的，一类口味啊是哈姆口味的松饼，另外一类口味啊是鲔鱼口味的松饼。故说吼，一下就来开始做了，一袋松饼，一袋cheese。好，不用上来，哈姆不用上来，过后是安尼香菜，再过来是cheese，好，再过来是哈姆，按样不用动多层，再过来一层松饼，我就做点那样，切咩，然后给切的。哎呀，第1份等等一下，好，接下来第2份，同样，不用是哪个一种口味，那呀鲔鱼酱，好，不用上来，果啊，好，香菜，哎呀，吃起来这样有饱足感，有冇？好，菜不用上来，韩国同样。蛋糕再个老给填下去，好，同样，拿切咩老给切的，切一下，好，按用米色的泡松饼就做好了，是唔是当简单啊？迄个鸟不卡爱开 party 啊，当人爱来鸟不卡了，你就做得做家几种，按用个 finger food 就做得来食要当定一下，可以来心情就当好。故说也是第1种米色的泡松饼，接下来我来做第2种是日本式的盆松饼哦。你就开始来做了，好，先捞呀松饼粉同样，所以迄盆松饼唔过比例还是同样嘅，人个松饼粉哈1比，捞佢放到碗底杯，韩国呢咩系1比，放落去，好。好诶，以后接下来用卵葱无啊？唔过呀，卵爱记地一下吼，卵爱捞卵拍同卵黄分开来，故说强强诶，捞卵打到碗底度强强诶，因为等下爱捞卵黄拿出来，再个拿牙太汤匙强强诶，捞卵黄染出来，好。卵黄出来咧，再攞佢嚟佢掉到進來。好，掉進來以後就做得用牙打落去，然後佢打，也係呢卵黃嘅面糊。卵黃嘅面糊，安尼就做得了。好，也先不用得，接下來我來打卵泡，卵泡就要來用呀天筒嘅打落去，天筒嘅打落去哦，我然後佢打到做得起起來嘅三角形，嘅係乜嘅意思？等下打半大家看咗啲哦，也下好做得來撈呀大家家，因為呢卵泡量冇咁多，大家家好也可以呢天筒打落去，我可以了。有看到冇？眼张大，安尼一下诶，呀卵泡全部就变做按用泡泡嘅用嘅哦。韩国吼，安尼有泡嘅用嘅，还唔老，还后再个打，要打到硬硬嘅硬发式的蛋白，故说要继续打。
好，爱打到乜嘅长度呢？就按呢拿起来，要按用我纠正来嘅轮拍，我起起来嘅轮拍，按用就表示讲要打啦就做得来开始了。爱老呀，轮拍含个轮网嘅面粉全部捞起落向下，按用落向下有一个设计考，因为当冇简单将老呀轮拍打到按反，你一部分先捞起变过来，差唔多先变1/3，3分之一先变过来。按用很多本次捞起搅匀，韩国记得咯，也就通咗咩腔样，爱强强嘅，你对待你都冇简单这样打法咧呀乱拍嗬，听说爱强强嘅对待佢，爱当温又因为佢就像嘅棉花腔样嗬，按软按嫩嘅感觉，好。差唔多搅匀过后，咩腔样硬强强嘅，再个捞压匀，倒过去，倒进去。好，落去搅匀，强强嘅。好，按用嘅方式混合到差唔多嘅以后，好，韩国爱准备一个粉胚子，咩腔样落去贴到天幕嘅底下，韩国人嘅天幕嘅开关掀下去，就做得捞模嘅，变落去。过后就做得捞松饼面糊，变到天幕嘅底度，你做得拿一个大汤匙添水舀过去。好，拿得，各位要记得，因为你变落去嘅时间啊，也模嘅可能会停通，故所水要浸定添水一下。好，浸定，再过来，好，全部捞去倒落去。好，检查一下顺风有流出来冇？好，冇流出来，按用就做得了。也因为佢哋要当盘，故所你爱本佢翕一下，你就做得好。拿天幕嘅盖嘢捞佢盖起来，盖定差唔多本佢翕8到10分钟嘅时间。要这时间，迄个天幕嘅跳起来，你就本佢跳起来，冇相干，因为佢地杯嘅温度限啲嘅菜，故所就本佢翕8到10分钟哦。好，家下嘅盤鬆餅啊，因為當盤，故所一面要本佢翕8分鐘到10分鐘，翕好嘅過後，佢蛋糕就會形成一片像係幾件酥嘅一個面皮，按用就做得這個鉗一種粉胚子，就做得撈佢變面。故所係唔係當簡單啊？所以按用變面就做得是道盤鬆餅。迄個你冇想要按麻煩，冇想要用模嘅，其實你出隻按咪煎，咪做得煎到盤嘅盤鬆餅哦。好，撒下來，全部做好就做得來開鑊蓋了。好，攞佢打開來，打開來過後啊，就做得攞佢夾起來，也貼裝粉胚子攞佢拿鐵。哇，凍醬嘅色，有看到冇？有看到有一絲絲嘅出火啦，按呢咖啡色嘅樣嘅。下後因為凍燒，故所按用拿鐵一隻角嘅，另外一隻角嘅。好，強強嘅攞佢拿起來，變到廿個盤嘅度好。好嘅，以後帶下個紙嘅咩做得攞佢出體，上下來要順風嘅模嘅咩會攞佢剪體。好，攞佢剪下去就做得撈順風嘅模嘅立體。好。按用就係講嘅盤鬆餅了，係唔係當定印象啊？一下我就會來享受我自家嘅下午茶時光。好，一開始先撈奶油餅手去，哇，哦，當定印象，接下來就係我嘅葡萄。哇，睇到。做得。